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要来进入路加福音第4天的共读。今天要读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2章的后半段，22节到52节。昨天我们看到了耶稣的降生，有天使报大好的信息给牧羊人，而牧羊人也找着了耶稣，就把这样的事情传达给众人。同时，玛利亚也将这样的话记在心中。我们今天继续来接着看耶稣他的成长。22节照摩西的律法，结真礼会入过了。耶稣约瑟甲玛利亚抱婴仔去耶路撒冷，要将伊献给主。照主的律法记载，头一体的查甫囝，拢着性别归给主。搁照主的律法规定，着献一对斑鸽，还是2只粉鸟仔囝做神礼。迄时，伫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做西面。这个人，伊阁敬虔，一直在期待以色列的复兴，信心有甲伊同在。伊得到信心的启示，知影伊死以前一定会看到主所应允的基督。伊互信心感动，入去圣殿。拄迄时，耶稣的爸母互婴仔耶稣入来。要照律法的惯例来甲伊举行仪式。西面用双手抱婴仔，称赞上帝讲：主啊，打照你的话，互你的仆人平平安安离开世间。因为我已经有亲目看到你的拯救，就是你为着万民所准备的。伊做启示外邦人的根，做你的子民以色列的荣光。耶稣的爸母听到西面讲起关系婴仔的事，真着惊。西面甲因祝福，搁对婴仔的老母玛利亚讲：这个婴仔受选立是要互以色列中真侪人跋倒，真侪人爬起来，搁真侪受攻击的记号，互真侪人的心内意念露现。你本身的心埋互内剑。插探过，阁有一个女先知安娜是亚瑟之族的法雷的查某囝，伊已经真老，伊结婚了，甲丈夫生活7年，现在已经84岁，伊拢无离开圣殿，每日服侍上帝，敬谢祈祷。拄迄时，伊嘛来感谢上帝，对所有在期待上帝救赎耶路撒冷的人，讲起迄个婴仔的事啊。好，所以今天的这个22节呢，讲到耶稣在出生；21节讲到耶稣出生的第8天接受割礼。好，那接受割礼之后呢，就被带到圣殿了。好，在利未记12章的有记载。好，男婴出世，母亲必须等40天才可以去圣殿献祭。所以耶稣在伯利恒诞生，但是他没有马上回到他的故乡北边加利利拿撒勒，而是继续应该在伯利恒或是犹大地区。那他们献祭的时候呢，献1对的斑鸠或2只的雏鸽，那也可以显示呢，耶稣父母的家境呢，并不是富裕的。那民数记第18章也记载，每个投生的男孩都要用这样的献祭来赎回，为的是纪念当初上帝在埃及保守以色列人投生的长子长子用献祭来赎回。好，那当40天出生满40天玛利亚、约瑟带着耶稣要来圣殿献祭赎回儿子的时候呢，遇到了一个这个近前的艺人，叫做西面。那这西面呢，他是一个敬畏上帝的艺人，虽然不晓得他的身份，但是西面的意思呢就是听，所以可见这个西面呢，他是可能经常听神的话。那他也是圣灵也与西面同在那他是一直盼望以色列能够得到拯救，或是以色列的安慰者。那他盼望以色列安慰者就是这个
弥赛亚的降生。好，可见从先知以赛亚一直到耶稣的诞生，好，这件事情，好，这个上帝的子民已经期待了很久很久很久。那西面遇到耶稣的地方呢，应该是在圣殿，因为他在那边的时候呢，正好遇见了约瑟玛利亚抱着耶稣要来圣殿，来献长子，所以这个西面呢，好，那他也能够认出这就是弥赛亚是基督，好，那也一定相当有他对这个基督的认识哦，好，所以西面就对神唱了一首颂赞的歌，好，所以我们常常说是西面颂哦，是在28节到35节。好，那他一开始就说，好，主啊，你已经实现呃，按照你的话，容你的仆人安然去世啊。好，所以这个西面呢，他的年纪应该是年纪大了，够大了。好，那按照诗篇90篇，好，人的一生70岁，强壮可以到80岁。好，那这西面可能在80以上，或是90，或是更多。好，但是他为什么还不愿意离开这世上？他就是一直期待能够看到神的救恩呢。好，那今天亲眼睛看见神的救恩是谁呢？就是启示外邦人的光，是以色列的荣耀。好，那也就是指耶稣基督啊。好，那这是一个颂赞的话，颂赞的诗歌。好，但是在这颂赞完之后呢，西面好，那他也预言耶稣所要做的事情。好，从33节，好，那一直到后面呢，西面对这个对耶稣的父母亲，特别是对除了为耶稣祝福之外，也对玛利亚来说，耶稣将会造成许多人的改变，甚至也成为众人反对的标的。好，那这个记号呢，跟昨天2章12节讲到用布包着的记号呢，原文是一样的。好，那应该也是用来反衬低下的牧羊人和一般人以色列人对耶稣完全相反的态度啊。好，那西面讲到说，这孩子被神拣选，要使以色列中许多人灭亡，使许多人得救，但也要成为许多人毁谤的对象，因此揭露这些人心底的意念呢，心底的意念，所以耶稣是让人的真实的本性彰显出来，而忧伤要像利剑刺透玛利亚的心呢。所以应该也是讲到耶稣上十字架的事情。好，那这个我们到路加福音最后就可以看到，那除了西面之外呢，36节到38节，好，这3节记载了另外一个女先知叫做安娜。好，那这和本翻成亚拿，现在中文本翻成安娜那就跟旧约的哈拿是同一个字，意思就是恩慈的。那她是法内利的女儿，好，她的婚姻只有7年，好，那因为她的丈夫很早就结婚7年后就过世哦，但是呢，已经当寡妇到84岁哦，所以她守寡也相当长的时间哦，可能超过50年，50多年。好，那这个安娜呢，她没有离开过圣殿，好，那这也是很特别。好，那她没有离开圣殿呢，或许她有利未人的身份，好，或是她是拿细尔人，好，或是她有向神许愿，好，那她日夜敬拜神、进食和祷告，好，这时候她也来了，好，所以西面好在这里为耶稣出生40天的耶稣来祝福，还有女先知安娜一直也都在圣殿，好，那她也遇见了这个场景，好，就颂赞神，并且向所有期待上帝来救赎耶路撒冷的人来宣讲这个故事好，宣讲这样的事情，好，所以西面和亚拿就是安娜，都是年长又敬虔的人，他们忠诚在圣殿敬拜、祷告、服侍，而他们能够在一生当中最有意义的事情，好，那就是在路加的笔下，就是能够见到耶稣基督好，那这也成为他们对神的颂赞，还有他们被世人所继续纪念的事哦。好，那我们再看今天最后的一段呢，然后再继续来读39章，约瑟甲玛利亚照主的律法完成一切的规定，就回去加利利，到因的故乡拿撒勒。这个囡仔渐渐大汉，日日勇壮，充满智慧，上帝恩惠甲伊同在。
耶稣的爸母逐年拢有去耶路撒冷守搬过节。耶稣12岁的时，伊嘛照惯例上去。节期煞，因出发要转去，囡仔耶稣留伫耶路撒冷，伊的爸母拢毋知，想做伊是伫做伙行迄阵人的中间，因行一日的路程了后，才开始伫亲族甲熟悉人的中间伫找，因找无，就倒转去耶路撒冷找。3日后，才伫圣殿看到伊坐伫教师的中间，也伫听，也伫问。所有听到伊讲话的人，拢因为伊长命的应答，感觉着惊奇怪。伊的爸母看到伊非常着惊，伊的老母对伊讲：囝，恁哪会通安尼对待阮？你看，你的老爸甲我真烦恼，一直在找你。耶稣应讲：恁若着找我，敢毋知我一定着伫我的爸的厝。不过，因未了解伊对因讲的话。后来耶稣甲因做伙转去拿撒勒，事事顺探因。伊的老母将这代志拢藏伫心内。耶稣的智慧甲年岁哪加天，上帝甲人嘛哪听伊。从西面安娜，好，那他们为耶稣的诞生献上感恩颂赞。那约瑟玛利亚就回拿撒勒，就是回到北方去。那当他们回到北方去的时候，这边的记载是孩子渐渐长大，从出生40天，然后到他接下来的41节是12岁。所以这一段时间呢，耶稣的童年都是在北方。但是呢，41节有提到每一年的逾越节，耶稣的父母约瑟玛利亚也会带耶稣到耶路撒冷来守节。12岁的时候，按照惯例，那12岁就是以色列男子要预备自己在隔年13岁要成为成年礼啊。好，所以到这年龄就成为律法之子，必须开始来遵行律例，就是摩西五经。好，那但是呢，这12年当中，耶稣可能每一年都有去。那可见约瑟、玛利亚都是非常敬虔的人。好，那这里提到就是当他们在这个朝圣、献祭过守节、逾越节的这节期当中，因为节期有的结束之后呢，他们父母亲可能是跟亲族亲人一起去。不晓得耶稣在哪里，想说会有跟着亲人走，所以他们也很放心。或许他们每一年都是这样子来，或是说耶稣在会自己走路之后，12岁他可能就让他可以跟同伴在一起。可是过了1天的路程，才发现耶稣居然没有跟上来。所以可见这群人数应该也不少。而且找不到，确定没有离开，跟着一起出来问清楚之后，才又回去耶路撒冷。所以出来1天，回去又1天，所以过了3天，才发现耶稣还在圣殿当中。而且呢，跟着经学师、教师，就是拉比犹太教的专家，能够跟他应对。所以他的父母呢，非常的稀奇，就是说，这个惊讶是用力的推送出去，就是他们好像被重击一下，没有想到他的孩子耶稣有这么大的能力和智慧，能够像成人礼呢，比成人礼的可能还要更能够跟拉比来应对和进退啊。所以他们就对耶稣讲了一句话，说：我儿啊，为什么这样对我们这样做呢？看啊，你父亲和我很焦急，到处找你。耶稣说：为什么找我？难道你们不知道我应当在我父的家里吗？好，那耶稣这句话呢，他可以分得出来12岁，他知道我的父就是天父。好，那所以呢，在耶稣12岁的时候，他已经对天父的事情非常的看重。好，那所以呢，从耶稣的出生前的6个月施洗约翰，到后来耶稣也出生，然后到出生后的40天的出生8天的割礼，40天的献婴儿礼，然后再到耶稣回到加利利。好，那现在一路到耶稣的12岁，
他来到圣殿，所以玛利亚呢一直都把耶稣的各样的事情呢都牢记在心里哦。所以这是从第一章到第二章，我们看见玛利亚的特质就是对神的每一个事情，她不能够理解，不能够明白，但是呢，他也没有忘记他，而是存记在心里。好，那我们在读约翰福音看到耶稣行第一个神迹的时候，玛利亚也是有保有这样的特质。2章52节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天父上帝，谢谢你让我们看到耶稣他年幼的时期，还有看见这个西面，还有女先知亚拿、安娜，他们如何的期待神的救恩，能够亲眼看见神你的拯救。主这是一个恩典的事情，我们能够认识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是我们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同时也看到在耶稣的幼年童年和成长的过程当中，以天父的事为念，以上帝的家比自己的家看得还重要。但是耶稣他也依然事事顺从自己在地上肉身的父母亲同时也看见耶稣的智慧身量，和着神对他的爱，人对他的喜爱都一齐的增长。也求神赐福我们，让我们的年岁跟得着神的爱，得着人的爱，都能够一起的增长。我们这样子献上感谢祷告恳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大家，愿神赐福大家平安。